使到台湾文化，还会用一个诗来讲台湾文化的话，眼耳迷是迷那个是迷雾的迷，迷因为台湾文化的佢像睇历史的迷雾当中，人人睇青岛大学嘅系台湾文化青岛台湾文化的作家今日睇历史方睇上岛大台湾人係乜嘅人，島大台灣人寫文化係乜嘅文化，所以眼耳迷為台灣文化的歷史來看的話，台灣文化一個天意，親像係因係前的歌唱，因無可聽睇前的歌唱，雖然都顯推人能夠傾訴台灣文化係乜嘅嘢，但是更加人咩係因係思考島大台灣文化。香港佢同中國文化有乜嘅冇共用，佢同日本文化有乜嘅冇共用，所以也咪係同台灣人係認識自家到底台灣人係乜嘅身份嘅認同有關係所以我認為可能可以用迷也個是來講台灣文化。台灣文學所以就出第一個文字台灣的台當然，想要選這個文字有真濟原因嘛吼。譬如講，包括過去恁攏會使思考到，就是講，基本上台灣文學就是對台灣土地、對台灣這個所在、對在地的關懷為過去到即馬，想要注重這個關懷這地，是因為過去以來一直互拍這個。過去的這個台灣的這個課文的這個歷史的這個過程內底所以雖然想講總是這個台灣人講台灣人較無自信所以譬如講見到外國人見到這個講英語的講英語，見到講日本話就講日本話也是講見到講華語的上課就是改做這個華語啦大多數攏是講因為過去方式上過久較無家己的自信所以嘛是因為安尼，所以我感覺咱就是台灣人，台就是為家己的自信。台灣文學伊的主體性佇什麼所在？這應該是阮較想要強調的這個部分。一開始我們其實就很有意思，知道說是要讓大家認識台灣的這塊土地它發生過的一些文學文化甚至歷史那各種問題，所以呢，其實我們就會蠻關注，就是說你不會只是從可能一般所謂比較狹義的這種文學作品來認識台灣，我們可能還要從更廣的各種文化現象，所以我們也會聘一些文化研究的老師，甚至做社會學甚至社會運動的老師會進來。那原因就是希望讓人家能夠讓學生能夠更廣的，然後更從甚至實踐的面向來認識。台灣文化呢，學習呢內容呢，可能可以分做3個部分。一個係台灣的語言的部分，如像講普通話、客家同原住民的語言。聽義的部分，如台灣的文化如像講文化史，係文化的理論，係文本的土一個文本，一個課程。第3種都係台灣的文化都係包括台灣的歷史，還講台灣的音樂、台灣的戲劇一方面，都係算係台灣文化的文化一個構成一部所以係講台灣文化呢一個課程可以分做語言、文化同文化3個部分。歷史、文化、社會，還有媒體。傳播，這樣研究完全無攏有，所以應該是全面性的啦，但是講你對什麼有興趣，為這開始，師傅帶入門，過來修行就你個人啦。